继续来看这个大卖场甲超市，即卖防疫嘛全面来升级。好事多、家乐福、全联甲爱买，拢来宣布讲试食甲试饮暂停，而且继续严格来执行着防疫消毒的措施。超商嘛全面来警戒，暂时我来开放着便所，这个座位区嘛该每回做。 摸摸看看呢，什么款鱼啊上好食？这家庭主妇上清楚，是讲即卖有疫情，安尼摸敢好。所以讲有卖场就提供手笼，互人去咧经无包装的青菜水果的时，袂直接去摸着，讲加去目着病毒的机会。若像冰箱的门柄，一天毋知有偌济人摸过。卖场人员每4点钟就会全部拢用酒精消毒过。请佩戴口罩。若无挂喙暗的，就袂使入去卖场。 集结的集团输上大空杯啊，是用酒精和消毒。我宣布的10连制的部分，我们也将于今天中午至晚上开始实施。那在包含主题餐厅的，好比说我们今天来的可能是3位到5位，那我们会有一个代表，他会留下他的联络方式跟他的姓名。另外，像卡出个卖场试食的无啊，有可能倒啊椅啊嘛袂使食，要控制减少2成的人流。专联嘛，赶快取消试食、试饮。 便所甲微波炉嘛，暂时袂使互大家方便啊！若去超商买物件，店员会使甲你斗3工。全台门市都是采就是梅花座的部分，确诊的区域就是我们会视状况去就是暂时关闭就是休憩区的提供。今仔像统一超商实体活动试饮试食，爱先停办，便所嘛袂使阁用啊！ 专家超商来福超商入前时，共款拢要保持1公尺半的距离，重点区域爱阁做消毒。卖场超商想要继续人来人往，就是爱甲这个病毒断绝来往。